高雄的中油林园厂新3轻机组前一阵发生气体漏泄和火烧，昨昏搁再启动，不过初期无稳定，有产生无合格气体送到废弃燃烧塔，发出真大火光甲声音，这是互附近的居民是真着惊。当地里长今仔日搁再带人去抗议，呼吁中油得要加速肃清设备的更新。 火烧塔喷出火条啊，伫暗时特别明显。中油高雄林园厂新3轻25到了开炉，因为开炉初期不稳，被阿妈产生无合格的气体送去废弃火烧塔，喷出真大的火条啊。环保局 AI 云端监控系统全程进行监控，约20时30分火光变小，目前持续监控中。 倘产生明显粒状污染物，将依空污法开罚。环保局继续用 AI 监控系统做监测，虽然是正常的摆放，但火烧塔的火光甲噪音也是惊到部分的里民。因为林园厂车闸16才分别发生气体外泄甲火灾，产生空污。林园区的里长17个特别走去林园厂门口抗议，要求赶紧汰换4轻设备。2日透早，里长搁一摆讲出诉求。像我事业部这个4轻啊。 已经42年，咱嘛希望讲咱的市府甲咱的中央会当个重视，全部来更新，有即摆新的科技我都控制这个异常的发生。面对里长的诉求，中油表示会照正常的机程执行。计划书整个都已经在我们的政府机关了，好，那政府机关怎么核准下来，一些程序才能够走下去，才能评估说，什么时候能够量产，还是一个处在一个要被告知的一个状况之下，公安甲空污事故不时发生，互当地民众不满。中油会室内并表示会继续监督，确保设备安全无问题才开炉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